来继续来看这个羽毛球的好手戴资颖，这个月20号要来参加到日本的公开赛。因为韩国、中国甲西班牙的好手这届拢无参加，所以戴资颖是直接将做第一种子甲印度的选手来对战。伊的好姊妹泰国的伊瑟农，嘛先甲印度的选手来比赛。若是两个人拢晋级，都有机会伫个16强赛再一次来对决。跪伫药家球场，就算海来海去，毋过戴资颖逐球拢拍了正准，毋但平衡感爱好，核心的肌肉嘛爱有够强。将苹果拍落在地，伊嘛行一条，被称之为台湾羽毛球一姐伊，因为脚头位伤势，伫巴黎奥运输予好朋友伊瑟农，无到进入8强，结束最后一摆的奥运后届呢。我目前先把伤养好，然后准备后面的比赛这样子啊，明年还没有决定，大概不到2周还有日本公开赛吧，然后但还要先看自己的状况复原的怎么样。结束奥运倒转来台湾的时，伊唔敢行伤紧，戴资颖会将重点放伫疗伤，毋过伊无拍算要休困，确定伫20日日本羽毛球公开赛，伊会继续出战。是讲这一战羽毛球单 F4，一个手减2个。韩国安世英甲中国陈宇辉拢无参加比赛，同款因为脚头受伤的西班牙的高手马林嘛无出战。戴资颖煞变成第一种子，先会对上印度的查利哈，伊的好姐妹伊瑟龙是对战同款来自印度的班索德，那两人拢成功晋级，将有机会伫16强战，佮看到这两个好姐妹的精彩对决。日本公开赛要到戴资颖退役进前的逐场比赛，对球迷来讲拢真珍贵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